后来真无简单，才较稳定的新冠疫情，搁来出现着新变种的病毒。云林北港朝天宫特别请示着妈祖，决定为明仔载12月初4开始要来举办着14天的法会，总共要设7个神坛。到时阵会当看到全台湾200尊的妈祖，共同为全球的众生来祈福。北港朝天宫为明仔载开始要办14天的悲心广行水陆大法会，工作人员真无闲，因已经无闲几个月啊。8、9、10、11，还有13，我们来普渡5天。那前面4天我们有5位金刚大士，最后1天我们有7位金刚大士。清朝康熙33年，慈悲会常委湄洲奉请妈祖来台湾，并且以佛教方式进行祭典的仪式。这款方式一直持续到今嘛。因为全世界新冠疫情依然真严重，北港朝天宫连续2年都举办佛教最高祭典的仪式水陆大法会。现场有来自全台各地200尊妈祖和尚在担任庙里面的致辞，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是维持这样。所以我们大型的，包括我们平常上元法会、中元法会，还有下元法会，我们都是以佛教的礼仪来做。北港朝天宫希望讲用法会来宣扬妈祖慈悲的心，来达到劝人为善、互相帮助的效果，让大家感受到妈祖的慈悲。